来乡亲啊，换新钱好过年哦！这全台湾有8间金融机构454个据点，是指定换新钱的地点。为1月16到1月22，也就是这个礼拜4开始到后礼拜3上班的时间，提供给民众来换新钱。嘛会当利用中央银行第一届推出的全台换钞的地点，找到上近的换新钱的地点。过年要到啊，新钱拢甲摕出来，充满喜气，迎接民众换新钱，银行是全面备战。专柜我会加派人手去顺应因为过年来的一种需求。央行指定8间金融机构，包括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合作金库、第一银行、华南银行、中华银行、台湾中小企业银行、甲邮局。总共有454个点，和民众伫这个月16到22连续5天会使换新钱。如果不知道新钞要去哪里换的话，今年央行推出了全台换钞地图，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知道最近的换钞位置。央行头一摆将换新钱的服务升级，结合 Google 地图，民众若点顶面红色100块的图，就会显示附近换新钱的地址。上手续的100块，央行规定每一个人干会使换100张，所以讲建议民众包红包的时，会使搭配无同款面额的纸票，像旧啊色2000块的纸票，配合红色100块，看起来喜气，阁好格调。